2026年6月10日每日靈修，凡事交託信靠主，必得成全。577依靠主方能成事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，並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詩篇37章5節。小故事：有一個盲人要走過一道已經乾涸的河，他並不知道底下已經沒有水了，及至走到橋上，一不小心失足，差點掉落橋下。他兩手緊握着欄杆不放，整個人戰戰兢兢，自以為若一旦失手，必然掉進深淵去了。有路人經過，告訴他說：不要怕，只管放手，底下是實地，沒有問題的。盲人不相信，仍然緊握欄杆，放聲大喊。過了好一段時間，筋疲力盡失手墜地，才不禁微笑着說：嘿，早知是實地，何須這麼久還在那受苦呢？默想。主說放手時，我們卻以為要靠自己力氣才能成事，徒然使自己筋疲力竭。學習交在主的手中，在他的權能之下，我們必得安穩。禱告。信實可靠的主上帝，你是無所不能、無所不在的真神，在你的裡面，我們可以享受到平安穩定。求聖靈時時提醒我們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不是依靠勢力，不是依靠自己，因為我們的智慧和能力有限，乃是要依靠聖靈。凡事交託信靠你，事情就必成就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